讲到唱水南国族的调集人黄树光也加入去机密泄漏的风波，国民党是呛讲着爱恢复特侦组来办黄树光。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讲，绝对相信黄树光的人品。立法院国民党团要求黄树光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团表示讲，这黄树光的集权是会当来立法院报告的，不过认为这国民党的目的只是要伫咧正人面头前改洗面尔。唱水南国族的风波是继续烧，变作拿力攻防的焦点。国民党是一直甲总统蔡英文，唱水南国族的调集人黄树光爱出面讲互清楚，讲像是卖国贼，卖秘伫后壁抹黑放话。国防部长邱国正13强调讲，相信黄树光的为人。我绝对相信他，因为黄树光我们共事多年了，不光是在他司令任内，更早期我们在一个联参服务过。他为人各方面的确是蛮受肯定的。针对检调分案调查唱水南备案，邱国正无要加讲，表示讲国军尊重嘛配合调查。不过国民党团指控讲黄树光是有权无责，用国安会主委的身份想要变外界的检验，要求伊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来接受质询。有权利就必须要负责任，黄曙光必须自己来面对立法院的监督，要求相关的有关人士到立法院来做报告甚至去说明我想这一点也是应该的。在野立委认为讲，唱水南国族是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黄树光会当透过秘密会议和秘密询答来做说明。针对国民党提出恢复特侦组来侦办黄树光，民进党团批评讲，国民党是在打击唱水南国族的英雄。国安会的秘书长或国安会的官员本来就是要到立法院来报告，但是如果你牵涉到机密不宜报告的话，仍然就是不宜报告。让黄曙光到这个立法院来接受羞辱，其实会让大家会觉得说蓝营真的是枪口指向黄曙光，只是为了要围魏救赵。老西方讲，黄曙光在遵守国家秘密保护法的前提之下，因为这款会当到立法院去报告，但都指控讲国民党的意图不是要讨论政策，是想要在立法院侮辱黄曙光。记者综合报道。